高雄南仔坑油厂游泳池已经有38年的历史，就家长反映讲，这游泳池敢若一台吹风机尔，30个学生就爱轮流吹头毛，就一寡囡仔去感着啊。这文化局是表示讲，因为这游泳池有较旧，按算六月底之前会搁再牵电，到时阵就会当炸吹风机来吹头毛啊。 高雄的油厂游泳池最近互家长投诉，遮尔大游泳池外省所在煞干那一台吹风机尔，进前有2班60位国小学生囡仔来游泳池上课，有家长向机关反映，因为查甫查某伊囡仔拢干那一台吹风机，致使囡仔身躯细了，无法度随吹头毛，有一学生感到，家长表示讲，囡仔的抵抗力本地就较歹，也认为这台吹风机收过少。 要排队排比较久的话，怕要感冒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可以再增设多一点，就是吹风机。是讲济人的时啊，囡仔佫多吼，可能是较少啊。所以有人坐就是头毛包包的，就去咧游览车等于学校啊。所以足侪家长甲我讲，其实有真侪囡仔因为安尼煞来感冒。 目前高雄公立的游泳池有8间，机关批评大多数有30档历史，包括油厂游泳池启用到达38年，文化局一年干那900多万经费，爱维护50几个场馆，分配经费伤过少。文化局表示讲，当初起油厂游泳池的线路干那一条，供应予一台吹风机甲2台电风，但是共一间一间仔使用2台吹风机，惊会出现跳电。目前伊的线路的走向，伊就包括内底所有插座，吼啊，包括吹风机，包括电风，种共一条回路，吼啊，所以无法度应付讲2台吹风机会使同时使用。文化局表示讲，未来会伫游泳池牵第2条线路，民众若家己炸吹风机，就会当2台同齐使用。按算6月进前通牵好势。记者钟义辉高雄报道。